各位兄弟平安，咱用恬静的心来敬拜上帝。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，学乐伊的话，要常常伫我的喙。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。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。恁甲我的学乐耶和华最大，三角尊伊的名最悬。咱献开圣诗301首。万民啊，恁着学乐；万民啊，恁着学乐，着学乐主上帝。万民啊，恁着学乐，着学乐主上帝。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咱明白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乐因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，就天打做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兵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第59篇。恁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，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告我，就会得到救。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，嘴宣认就得到救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：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。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，因为有共一位上帝，是万民的主。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。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救。毋过因拢无信伊，哪会求叫伊？都无听到，哪会信伊？拢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
都无车牌那话团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骹只原来有水。毋过，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。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所以，神是对听是听基督的话。不过，我要问，因欠真正拢袂得到听到？当然办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，阮伫遮感谢阿乐你，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，伫阮失志，伫阮行伫死毋的山谷的时，你互阮看到愿望；日时用云条来引带阮，暝时用火条来带领阮。你拢无弃杀阮，阮常常犯罪。主，你有缘赦免阮，拯救阮。主，阮伫遮要感谢阿乐你的恩典，你的祝福。主，你用恩典灌压伫阮绝望的路站，阮搁一摆看到你差派圣神伫光明甲愿望的头前。主，你的施恩是偌大、偌好、偌悬的祝福伫阮的心上，当阮用信心的服侍甲传福音来回应你的疼。主，求你伫阮头前的道路来引带阮、教示阮，继续施恩赐福伫阮的教会、阮的厝、阮的社会、阮的一切。主，阮伫遮感谢阿乐，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。阿门。报告教会消息。第一点，本主日2024年圣神降临节，祈愿伫五旬节充满门徒的圣神，搁一摆充满咱所有，互阮得到快乐，得到地极做福音的见证人。第二，伫5月21拜二下午，就是暗时8点，伫地下室的会议室召开小会，敬请全体小会员出席参加。第三，中职会公告。第一小点，本会通过教会生活公约，要帮助咱会友共同来遵守来蒙福。第二，通过本会教会逐楼的空间的管理甲使用办法，以上的搭伫咱教会内顶悬。第四，112年的捐献奉献证明收据已经开好啊，敬请兄弟先到迄个公布栏遐查询收据的号码，煞来到办公室来索取。第5点，本会5月25拜六9点到11点半是家庭探访，安排如下。以下咱私下来看。第6下周的主日5月26是总会所定的育神奉献主日，育神主日差派那莫赫义信牧师，就是即摆育神的教育长来咱教会请安搁募款，敬请兄弟备办心来奉献甲代祷。第二点，具体消息。好消息就是恭喜本会马国华长老甲李亚华长老娘生囝，恭喜愿主祝福。第二，姊妹牧区定伫本主日下晡，就是今日下晡3点半到5点，伫高雄都会公园举办建筑活动，请报名的伫下晡3点20伫都会公园金鸡日就后壁的大草原集合，就是因的迄个
迄个标志后壁集合。第三，告解消息，咱请阿牧师。兄弟大平安。平安。咱高雄中华妇女事干部高雄小区要伫6月15上午9点到中昼12点，要举办高雄小区联合礼拜。地点是南仔溪的教会，费用100块。妇女圣歌队专业补助港外是陈培琪传道欢迎咱的姊妹伫5月26进前，咱的郑美仪队长来报名。以上。圣经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14节到22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14节到22节，我来强读，恁来看。14节，总是彼得甲在个使徒徛咧，大声甲因讲，犹太人甲拢总徛起伫耶路撒冷的百姓啊，恁着在即个也着注意听我的话。这个人毋是酒醉，亲像恁所拍算，因为即帖愈只点播9点钟，这就是托先知约珥所讲的，上帝讲，伫落尾的时日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凡有肉体的，恁的后生、恁的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，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望。18节，伫迄个日，我嘛要用我的神降落伫我的奴仆女婢，因也要做先知来讲。顶面伫天灵，我要显出奇事；下面伫地灵，我要显出神者，就是火、甲烟雾。日要变做暗，月要变做火。伫主大搁应显的日。未到的大声，21节，搁见若求叫主的名的，要得到救。22节，以色列人啊，着听我的话，拿撒勒人耶稣，上帝捌用伊伫恁中间行，甲各样的权能、奇事、甲神者来对恁证明伊，这就是恁所知的以上。赞美，咱请妇女圣歌队。爱
感谢妇女圣歌队用水歌严光的歌声来讹了上帝。讲到受圣神充满的彼得，受圣神充满的彼得，咱请洪牧师。各位我所敬听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圣神降临节，我相信通过圣神的干物带领，互咱的生命无搁共款。过去的彼得，伫主耶稣奉掠去大祭司的时阵，迄时的门徒四散，只有彼得远远看耶稣。彼得伫迄大祭司的院子内底坐咧。迄时间有一个女婢对彼得的身躯边行过，认出彼得，哦，你是平常时甲迄个耶稣斗阵迄个吼。迄时的彼得当众人的面无承认伊甲耶稣的关系，伊讲伊毋捌耶稣，佮咒詛讲伊毋捌迄个人。但是过无偌久，边的人佮入来，讲哦，你甲耶稣同一党的，因为你的口音显露出你毋是阮遮的人。即个呢，彼得就惨发誓讲，我毋捌这个人。话讲了无偌久，假题。咱看伫马太福音书第26章72节，彼得想起耶稣曾经对伊讲的话，伫假题进前，你有3摆无认我。圣经讲，彼得是迄时，伊就走出外面啼哭。就是咱看到，伊路加福音书咧记载这事的焦点无啥共款。你若咧看路加福音书22章，咧讲主耶稣活转身看伊，彼得想起主捌对伊讲的话，讲今日假题进前，你有3摆无认我。咱看彼得。伫短短时间，袂记得伊捌对主耶稣所讲的承诺佮保证。彼得捌曾经甲主耶稣讲，别人离开我彼得永远袂离开你。哦，讲大声话，拍胸坎挂保证。总是伊短短时间中间，伊袂记得主耶稣对主耶稣讲的话。即个。伊走出去啼哭，互彼得伊阵马上悔改。就是咱看用事实证明啥物？主耶稣并无怪罪彼得，反倒伫提比利亚海时显现伫门徒面前，主耶稣当面甲彼得讲。羊是我羊群，主彼得你听我吗？彼得讲主你知我听你，然后主对彼得讲羊是我的羊群。然后这咱看到，主耶稣面对彼得3摆无认你，并无怪罪伊讲哦，恁这人对我吃香喝辣的哦，那到尾我互你恁走甲无半个。所以咱看到。主耶稣并无怪罪彼得3摆无认伊。那咱来归咎一下彼得为什么3摆无认耶稣？到底什么原因？第一，伊伤过自信讲大声话像我讲的，彼得甲主讲，别人会离开你，我彼得永远袂离开你。这是伊上。话讲上满。第二，伊无圣神的帮衬，所以彼得有3摆无认主的原因，大概有这2个原因。就是咱看到伊五旬节圣神降临了后，彼得的改变，亲像两样人。毋望咱的祈祷
有信心大大充满，互咱的生命像彼得共款，无搁共款。通过圣神的做工，互咱精神改变。伊圣经伫提多书第3章咧讲，借着顶头生的洗，甲圣神的更新，借着顶头生的洗，甲圣神的更新。另外这彼得的生命改变，是圣神降临了后，彼得经历圣神带来生命改变，互伊的生命甲过去无搁共款。19世纪的英国浸信会牧师司布真，伊写一本叫《上帝主权的恩典》，伊讲圣神降临有啥物款的特别无共款。伊讲一个领受圣神恩典的人，伊有新的性质、新的性情，对当有圣神做伊随时的帮衬。所以了解咱就知影，对司布真牧师伊讲的即句话，互咱知影，一个领受圣神恩典的人，伊有新的生命，从此有圣神成做伊随时的帮衬。所以圣神伫咱的信仰的生活中间，是互咱开力，是互咱成做一个无共款的人。阿们。因为圣神会随时成做伊的帮衬。司布真牧师伊继续讲，有啥物比圣神伫人的内面搁较要紧？伊也掌权，互人离开罪。永远束缚的圣神，引带信徒常常祈祷。所以了解，咱来看到圣神毋但互一个人改头换身，圣神嘛通成做伊的帮衬，嘛互伊会当脱离迄罪恶的引诱甲捆绑。所以了解，圣神要帮衬咱，互咱得到开力，互咱脱离迄引诱。所以圣神伫咱的信仰中间是一个真要紧的角色。所以咱看到彼得伊经历圣神了后，伊无像过去无认主，反倒当伊大胆宣讲上帝拯救的福音，互人明白这个4个我耶稣的信仰。另外这圣神互咱开力，互咱为着主耶稣来做见证，传扬耶稣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是咱生命的救主。阿们。所以了解，圣神互你开力，互你大胆宣扬主耶稣，互你大胆宣扬耶稣是基督，是拯救的主。所以咱咧做幸福小组，咱咧共传福音，咱的确爱思考，咱有挖靠圣神行这个事无？咱是不是拢靠家己心内担惊去用拒绝面皮薄，惊去用拒绝？就是咱也确信，这个福音是成做你我生命真要紧的帮衬，伊嘛互咱脱离迄个引诱的事。安尼，这个信仰圣神的帮衬是一个真祝福的，而且互人生命改变。安尼对人有帮助的，你共讲有啥物通见效？见效是安那？见效你家己想的啦，你家己感觉见效，你担惊。所以人台语讲一句话：惊安那袂着顶，惊袂着顶，会惊啦，较会着顶，惊都毋敢做，一定袂着顶。所以另外这咱就知影，圣神互咱一个新的生命，互咱成做随时的帮衬，互咱安那离开引诱。圣神常常引导咱祈祷，所以咱看到伊信仰中间，彼得伊宣扬耶稣是基督，是咱生命的主。万民要因为信靠耶稣，借着明白耶稣悔改顶头生。所以圣神互咱见证的勇气、开力，互咱有智慧、有口才，互咱有各样的能力、文字，来成做上帝所做的工。阿们。所以圣神对你的信仰是一个真大的帮衬，互你无去共款的。咱时常咧笑一句话讲：
啊，阮前讲啊做啊，信主安怎样安怎样，上帝怎样做工？啊，你时常讲到你讲啊，你做啊，以前信主安怎样稳定？啊嘛，经过几代啊，啊，即个见证，甲拢讲停留伫遐。啊，你咧？你都嘛有见证啊？啊，总是为什么无讲？可能伊本身伊还未经历圣神的启示甲带领，带互伊勇气，带互伊开力。福气教会主任牧师杨希如牧师，伊有一摆伊见证讲，伊还未信主进前，伊出世伫婚姻的庄脚的所在。啊，庄脚人吼，若无用煞较用啊，就安啦，跋一个筊，跋一个筊啊，娱乐一下。所以杨希如牧师吼，伊讲伊11岁就开始跋筊啊，吼，啊15岁就带一个人去到台北发展。因为迄当时头脑巧巧啊，个少年，伊认为讲吼，啊乖乖去上班，趁钱，哦，这好起来速度上慢啊，要好起来速度上慢啊，啊，伊就想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就是伊将伊细汉过去伊庄脚跋筊的习惯摕来台北啊。伊认为用跋筊的方式，会当真紧会互伊发财啊。所以，伊伫台北，你研究台北人拢用什么方式咧跋筊？伊讲安尼要好起来上紧，就是咱看是安尼上紧吗？杨牧师讲吼，伊讲我跋筊吼，无论赢啊输吼，结局拢共款啊。为什么跋筊赢输结局拢共款？因为当你有跋筊有这个歹习惯。伫你成长的时阵，无论你赢筊输筊，你心内拢感觉空虚啊。若跋筊这歹习惯，你跋筊会带来搁一寡负面的歹的行为，比如讲跋筊的时，人会讲来博薰啦，吼，食一支薰啦，来食槟榔啦，啊，拢有一寡歹习惯，伊这个朋友伴中间不知不觉。就染到遐歹习惯，那更较歹就是变食毒。所以杨希如牧师讲哦，跋筊哦，结局拢共款啊，赢筊输筊拢是空虚啊，心内空虚。伊安尼讲哦，我一般吼5天5暝拢无困啊，你创啊跋筊。另外这真侪人为了事业吼，日啊做暝啊做，为真侪学生为了功课要进步要。考出好成绩，读册读到半暝，啊，即落做工课做到半暝，读册读到半暝，咱拢会当去你体会到，因是为着某一个目的啊拍拼，是正当的啦。就是杨希如牧师讲，伊还未信主以前吼，伊捌5天5暝拢伊遐跋筊。当伊跋筊5天了后，伊心内感觉极度的空虚啊。像我讲的，伊讲赢筊也空虚，输筊也空虚啊。伊就开始思考：难道我要甲人生舞较较惨吗？我人生有啥物价值？我要过这种生活吗？伊就开始去自我反省：我要继续安尼跋筊落吗？我人生敢跋筊就会晓互我好起来吗？我人生真正爱遮惨吗？伊尾也想讲。我要改筊，啊！我要改筊，就是伊讲哦，伊改300届的筊，拢改袂掉这歹习惯。伊知影，伊这个跋筊的这个歹习惯中间背后，有一个看袂到的黑暗的势力，甲伊拖去教场。所以，互伊无论用什么方式改筊，拢无法度改成功啊。后来。有一个同事要传咱基督教信仰福音给伊，啊，这杨希如牧师迄阵还未信主，就甲伊辩论。就是你知影，杨希如牧师巧巧人，真侪人无法度甲伊辩赢，连伊同事嘛无法度甲伊辩赢。尾仔伊这同事就送伊一本册，
伊常常甲三个朋友伊遐泡茶啉酒，伊就将伊同事送迄本册哦，来好啊批判。你讲嘛，基督教有啥物好处？基督教有啥物真理？基督教上帝有啥物道理咱相信？原本哦，伊用这本伊的同事送迄本册啊，批判基督教。结果，甲伊所批判迄三个朋友，到尾啊，反倒转啊啦，一个拢去洗礼，成做基督徒。因这三个朋友，上帝改变伊的生命，因无搁泡茶啉酒啊，取代啥物？因三个朋友开始读圣经自为活动，而且三个朋友因为得到福音了，将迄喜乐的生命的见证颠倒并讲转去，互杨时路牧师听，要甲伊传福音。你看，因这四个人原本是要批判基督教，结果三个人拢一个洗礼信主。而这三个人就改掉因的啉酒泡茶的歹习惯，开始读圣经。这三个人的生命改变，就将迄喜乐的生命讲互杨时路牧师听。这个代志，真做杨时路牧师生命上大的冲击。咱毋是这四个人，咱咧批判基督教吗？为什么你三个改变啊？为什么你尾也信主啊？若信主，恁搁听头生啊？恁搁当将恁的生命见证搁讲互我听？伊就开始思考，怎么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但反倒当这三个人讲的，甲咱当初批评的无共款。上帝知影杨牧师甲人甲伊辩论无法度赢，所以只着传福音互好朋友，好朋友搁传转去互伊，伊就思考：世界上伟大的神，究竟是安那，还是佛祖，还是基督教的上帝？经过半年了后，伊终于想通啊！伊要安怎甲上帝去做关系？伊向上帝呼求讲：上帝啊，我愿意降服你，我信你啊！我将我一生献予你。哇！伊做这个宣告了，一瞬间，伊过去改300改的这个歹习惯，跋筊的歹习惯，因主安那改掉啊！所以杨时路牧师伊讲伊经验着世界超主人的头棒，所以杨牧师对伊宣告要信耶稣迄点开始，若改掉伊的跋筊的歹习惯，以及其他的歹习惯以外，伊的人生开始改变，上帝改变翻转伊的生命。伊开始咧研读圣经，常常读圣经读到半暝。人生的价值有真大的改变。过去伊捌为了跋筊5天5暝无困咧跋筊，当伊信主了，伊是安那改变读圣经读到半暝啊！平一半暝，无过做的代志无共款。上帝改变伊啊！伊的人生的价值观对他有真大的转变。伊过去用趁钱做中心，当伊信主了，学习用基督做中心。例如我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杨时路牧师对一个无信的教徒的性命，因为信主了，经历了世界超自然的头棒，互伊改掉这跋筊以及其他的歹习惯。伊的生命价值观也因为基督，正做用基督做中心的生命，伊活出无共款的见证。另外这就是圣神伫遐做工。上帝要互杨时路牧师生命对头到尾彻底改变。我相信上帝嘛会改变你的生命，伊会改变杨时路牧师这头壳定国的人，真后辩论的人，伊嘛会改变你。所以，甲你隔壁讲，上帝改变你，要祝福你，预备来。有影，上帝要改变你，来祝福你。当你信心充满，就是受竞选决志要跟对主的时，你的生命就无共款。圣神毋但降临伫这个场所，
嘛要降临伫每一个人身躯顶。所以看了，当众人听见有天对天有声讲，迄时当时彼得甲10个使徒拢领受圣神，伊用各地各族的语言伊讲话，在场的人甲纳闷，我惊吓奇怪，哪有天对天的声音落来？有人感觉疑惑，有人嘛起笑。迄当时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你咧讲着过去毋捌经验的圣神充满，圣神做工，咱看到伊向讲大声话的彼得，伊向真大真细的彼得，竟然袂惊吓，徛伫众人面前来遐宣讲上帝福音，大声呼吁讲道，教导迄当时的信徒。所以这使徒互圣神充满了，因并毋是啉酒醉，圣经讲因亲像啉酒醉一般样。随上，当这使徒互圣神充满了，因毋是互啉酒醉，伊是互圣神充满。所以彼得用旧约先知约珥书，伊讲着圣神灌压的预言。咱今日经文中间，使徒行传第2章17节到18节，安尼讲，上帝讲，伫落尾的时日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既若有肉体的，恁的后生甲恁的后生，恁的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，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要得到迷茫。伫迄日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我的奴仆路边，因要做先知来讲。所以，然后这咱看到，伫圣经内底第17节讲，上帝讲，伫落尾的时日，伫落尾的时日，就是末日的时，毋是指新约，嘛毋是指讲耶稣上天的迄时刻，就现今这时刻，上帝要做工。所以，上帝要做什么奇妙的事呢？伊讲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既若有肉体的，所以上帝要用伊的神降落伫既若有肉体的，是啥物人？伫咱每一个人身躯顶。上帝要用伊的神降落伫咱的身躯顶，亲像玛利亚，伊用哪达香膏对耶稣的头来拼落来。所以了解，上帝的神要像香膏共款来拼落互咱。这个互人是啥物人？无分你的年纪，无分你的身份，无分你的种族，无论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，上帝拢要拼落伊的神伫既若有肉体啦。所以了解，圣神要拼落伫咱的身躯顶，互咱既若有肉体，要领受上帝的圣神的管辖。你就有讲语言的文字，有人会看异象，有人会做异梦，种种的超自然的现象，拢要伊遐显现出来。所以了解，特别咱注意的一件代志安那，当受圣神管辖的时，毋是讲一定必有，是上帝要既若有肉体的人拢得到。所以咱看到，当咱互圣神管辖伫咱的内面，咱有要领受无共款的恩赐，无共款的经历。圣神要互咱受管辖了，充满喜乐，充满快乐，充满担当，互咱为上帝做工。所以有时阵咱讲圣神管辖，是毋是有啥物特别的恩赐啊？啥物特别的事经历？无一定，总是伊会互你经历担当甲快乐。所以了解咱会记。圣神管辖伫咱的内底，无代表咱受圣神充满，不等于圣神充满，这无共款。圣神管辖是啥物？圣神管辖就是圣神的能力、恩赐管辖伫咱的身躯顶。圣神充满呢，是伫咱的内面有丰盛的生命来显露出来。一个对顶悬的享受的恩赐甲能力，一个圣神充满是。互咱对内面有丰盛的稳定伫咱的内面，所以这是无共款。所以咱的生命常常用较无心讲，圣神恳求你降落伫阮的中间，互阮领受上帝你互我的能力、甲担当、甲恩赐，为主你做工。所以咱看到，当圣神
干嘛这预言已经伫五旬节伫一部分的门徒的身躯顶已经实现啊。所以这个要伫耶和华的日子中间，要所有的说明中间要有应允。所以另外这咱看到，一个人的生命要有受圣神的灌染，伊必须要哪有带着较无的心啊，较无的心。所以咱要有圣神伫咱内底，充满能力，充满稳定，充满稳固，咱修行要有较无。你毋知有较无讲圣神啊？你带领我，互我会当为主你做工，我会当有气力、有胆量来传扬福音。阿门。所以，当咱无信心的同在，当咱无信心的灌染伫咱的内面，咱要出去讲传福音，咱拢会胆惊，对不对？惊啥？惊互拒绝。其实过去的我嘛是定定会惊呢，惊讲拒绝。不过当信心灌入伫我身躯顶，我领受信心的气力的时，我感觉我是将好物件报互恁知。当你得到这好物件了，你反倒转来甲我感谢。所以，咱是抱着一个好物甲人好分享的精神，分享信仰。所以，当咱若互拒绝的时阵，咱毋免累志，毋免艰苦心，因为伊毋知好物。就是了解，当知影好物的人，伊得到了，会反倒转啊甲你感谢。过去我牧会几间教会中间，要带人信主，其中是我牧会第一间教会水底寮教会，我捌带一个兄弟，对无信，对个性真朴素的性命，因为伊的祖囝过身，我知影伊的祖囝过身了，我介入通过朋友的介绍，我甲关心甲辅导。经过半冬了，这个人家己讲，传道啊，我要洗礼成做基督徒。到真算的，我甲伊熟悉传福音较真，已经超过20冬。所以每一届我若要去垦丁，会经过加冬的时，我拢会去因兜坐。伊就讲牧师啊，感谢你当初你传福音予我，予我领受这个救恩，予我的生命充满喜乐。主，我真正感谢主，我嘛真正感谢你。我讲你要感谢上帝。另外这，当时我要传福音予伊，我阁予伊笑，我就讲，伊甲笑讲，这两个戆的，阮着信不的，我会开始信耶稣。伊咧笑我讲，我甲何牧师两个人戆的啊，阮着信不的，我开始可能信耶稣。另外这，经过半冬了，结局无共款啊，伊的生命信主而且改变。所以，咱看到，咱实在爱常常对领受圣神的充满伫咱中间。所以，咱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20讲，以色列人啊，着听我的话，拿撒勒的耶稣，上帝要用伊伫咱中间行各样的各种的权能、技术、甲神业，来对恁证明伊就是恁所知影。另外，这咱看到，迄当时的时空背景。门徒是第一批，也是唯一认捌耶稣是弥赛亚，是基督的一群人。只有这个门徒明白，耶稣基督世界牺牲是为了全人类的救赎。所以，迄当时的人除了耶稣的门徒以外，大部分的人拢毋捌听过耶稣的代志，嘛无明白耶稣基督世界救恩。只有遐军队耶稣的门徒知影，因为因做伙行过世界道路，因会晓见证耶稣是主。阿门。所以，这咱看到，像迄当时的彼得宣告讲，搁伫别个并无拯救，因为伫天的无想数别个名伫咱中间，互咱踮伫伊来得着救。所以，这咱看到。使徒约翰伊咧讲独独就记了，互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囝，信伊就伫伊名得着活。阿门。所以另外这咱看到，信伊来得着活。所以这个门徒因第一批得着耶稣基督
这使命甲传福音的使命的时阵，咱看到，因着勇敢去传主的福音。所以约翰福音书第20章31节讲，独独就记这个，互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信伊的名就得着活。所以咱看到，信伊的名得着活。所以耶稣基督伊的道成肉体是啥物？是要成做咱的拯救。以腓立比书第2章咧讲，伊本有上帝的形状，无掠上帝平等做所接受的，反倒当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的样式。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给家己，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世界。所以上帝高升伊之权，赏赐伊迄个名，盘过伫万名的顶面，互记若伫天里、伫地里、伫地下，伫耶稣的名，无一个口头碗无跪拜，无一个喙无称呼耶稣基督做主，来归荣光俾上帝。所以了这咱看到，伫腓立比书中间讲到耶稣基督真做人，所以这使徒将这个信息传出去时阵，无袂记即见证耶稣是基督。耶稣基督帮助咱，互咱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，互咱的灵魂无跌到死亡，赦免咱拢总的罪，洗清咱拢总的不义。所以今日咱信主，毋是要对耶稣得到什么好处的主，咱若是要见证耶稣是基督，见证伊怎样帮助咱、救咱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互咱无搁受死亡的咒诅，互咱伫罪中间得到逃跑。然后这咱看到，当耶稣医治遐个变碎的、痴迷、摆骹的各种的病症的时，耶稣拢讲：你的信救了你，无毋对。毋是强调人因为耶稣得到偌好的好处，乃是对耶稣讲，灵魂得救比身体得到医治较要紧。所以伊毋问咱，毋但是咱的身体会当得到医治，会做见证，伊较期待什么？咱的灵魂得救，伊会帮助咱脱离罪恶、脱离死亡捆绑，为了咱灵魂得救来做见证。所以另外这咱看到，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，伊就是为了要听你，为了要救你，伊取奴仆形象，成做人，为了人受逼迫、受艰苦，为了要听你。所以我所听兄弟姊妹，咱看彼得，伊对着领受圣神了后，过去伊是一个胆胆，毋敢承认耶稣是伊的老师，伊毋敢认耶主耶稣。过去伊毋敢大胆宣扬主的福音，当伊受圣神充满了，无搁共款，无搁共款。伊的生命充满自信，充满使命感。所以，然后这，以你的生命内面，你是毋是搁存着对福音的担当？所以耶稣讲：你伫正人无认我，我伫爸面前嘛袂认你。所以，咱恳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领受圣神的开压、圣神的灌压、圣神充满的平安，互咱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行到底，拢咧讲耶稣是主，耶稣是基督，阿门。你的传，你的讲，成做这个人的生命真大的转变。最后我要讲，我伫新南医的老师，毋知对一个老师我袂记起，伊教讲一句话讲：咱拢做一个无共款的、无平凡的工课。就是人的灵魂的得救，拢在伫你的手中，所以你真要紧，你真要紧。这个人的灵魂会得到救袂？这个人会得到福音袂？在伫你，在伫你。你若无讲，伊就袂得到；你若讲，伊就得到。所以这个代志，伊灵魂得救这大代志，既然伫咱每一个人手头，上帝予你这使命，予你这权能。
你唔通胆胆甲藏起来，你爱大胆勇敢，像彼得共款，经验信心的充满了后，伊安那大胆宣扬耶稣是主，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。你看，真侪人听到福音了呐，心内刺插，安那悔改，3000个人信主洗礼。你看这啊，重点毋是3000人啊，重点是啥物？是上帝使用伊，重点是伊愿意我靠信心的开力做工，上帝就将伊所做的工加倍啦，祝福伫所有人的身躯顶。阿门。所以你看到，这是足大的祝福呢。所以咱在做幸福小组，是来讲，咱来感谢上帝，互咱有这个机会来服侍正百姓的。这人的灵魂得救是伫你的手头呢。你若无较用的吼，伊就无我得得救安尼。安尼你有要紧无？你有要紧无？有啦，你真要紧的。但是你要有这要紧的这官兵大声，你要领受信心充满你内底。你要靠慕上帝，上帝啊，你充满我，上帝你充满我，互我领受你的信心的开力，互我勇敢壮胆为主的传福音。阿门。所以唔通惊袂到顶。伊的拒绝是伊无机会啦，时间还未到。总是你若锲而不舍来为主做工，这个疼人的心无改变。我相信上帝伫你的中间要做奇妙事。阿门。我感谢上帝啊！来有上教会和牧师来带领教导了。坦白讲。我家己啊，我家己小组前3期做幸福小组，无半个洗礼呢，无半个呢，敢若做新生的、做欢喜的呢，无半个洗礼呢，无半个决志呢，总是无放弃，继续改变，继续调整。我用牧师互我迄个斯瓦特吼，迄个分析，我开始分析，用斯瓦特分析我的小组。到底我的小组内底强项是啥物？我的小组弱项是啥物？我的小组威胁是啥物？我听牧师的话，好啊，坐啊，静心想，我小组到底出啥物问题？问题出伫倒？好啊，分析了，照着我分析的结果去做我牧养小组的方向。感谢主，我的小组愈来愈勇啊！阿门。我可以大声讲，阮即期的小组。大概上少哦，有2个洗礼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看这，只要你无放弃，我靠信心的开力，这是用上帝做个，常常我靠上帝。上帝要通过你的手所做的，大大兴旺伫你手做工。阿门。真侪人的性命得到祝福，拢因为你传的福音。所以是来讲。咱每一个人真要紧，只要你我愿意徛伫咱的位置，好啊，我靠信心来做工，我相信你的生命像彼得同款，无搁同款。阿门。甲你隔壁讲，你要像彼得同款，无搁同款。所以咱看到彼得3届无认主，耶稣并无责怪伊，反倒转啊啦，甲伊讲：你听我吗？伊讲主，你知我听你。主耶稣甲伊吩咐，养起我羊群。你看这是主耶稣对彼得极大的包容甲疼心。我相信伊对彼得的疼，嘛要对咱的疼同款。愿上帝使阮带领阮，伫这信心刚立这时，咱时刻伫灵修伫基督中间，咱对上帝领受信心的帮助，互阮愈做愈好，愈做愈应光主，愈做安那愈互人啊。得到主的救恩，阿门。所以我是幸福小组对第一礼拜，阮到昨啊，阮拢做拜六，阮第一礼拜几个幸福小best 2个，第2礼拜5个，昨几个你毋知？昨8个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愈侪人呢。我的组员讲牧师，佮要招 best 无？讲。你看阮兜这敢坐袂落安尼，后一期啊，后半年较来。
阮兜说 A 啊尔，咱一尾满，2个、5个、8个，你会当想象，这个 best 对来，你通想象过去3届失败的洪世俊，既然伊即届的幸福小组无搁共款，阮的小组对今年的4月，嘛是听陈牧师的话啦，所以爱听陈牧师的话，对不对？伊甲我讲，台东鹿鸣酒店一暝1000外块，会当住会着、食会着。我马上打电话，予迄个鹿鸣酒店的老板，甲订房间。阮就开始招这个组员去参加2天1暝灵修旅游。伊迄2天1暝中间，上帝互阮的组员，伊迄福音车顶悬彼此分享。阮中间有一个姊妹叫谢瑞妍姐妹，伫出发前1天，骹怎止翕，骨头裂。伊甲我讲：牧师啊，我敢会当莫去？我无甲回答。我甲讲，我甲回答别种问题，我无甲讲你会当去还是莫去。因为我知影伊无去，因当就袂去。伊知影我一定爱伊去，啊，真正伊去了坐轮椅啊，伊的轮椅拢收起来，放伫福音车后壁。所以阮这个查甫的兄弟吼，若到台东一个所在，落车是甲行李搬落来，然后甲轮椅搬落来，啊要就车落，啊那轮椅先搬去，行李去搬去，安尼上上下下，哦，有够忝。轮椅啊搬来搬去，有够忝。不过伊个有够忝中间，显露啥物？显露阮这个查甫的，阮这个兄弟疼伊。所以迄2天，阮服侍这姊妹，服侍了真好势。结束了，转来对台东倒来了，我有一个感动，讲：兄弟啊，师弟啊，讲，伊个骹骨头裂，咱要安怎疼伊，帮助伊？讲来安尼，咱讲一天煮一盖，煮一个补品互伊食。咱查甫讲认养1天啊，啊煮迄个补品互伊食。有个人煮鱼仔汤啦，哈啊我呐是煮4卡汤啦。我第一届煮4卡汤啦，吼，煮4卡汤啦。啊，即摆后礼拜我要卤猪脚互伊食啦，哦，安尼有丰富的饺子。所以拜一有人煮互伊食啦，吼，拜2我啦，拜3别人，拜4到拜5讲1天啦。阮5个兄弟吼，讲认养1天，煮物件互伊食，甲伊分享。伊讲牧师啊，我来请来大箍，袂啦，啊大箍就大箍啦，吼，你骹好起来较要紧啦。啊，这谢姐妹甲我讲，牧师啊，莫啦，你叫5个兄弟拢煮互我食，我会歹势呢。讲莫歹势，大家好势。你来勇敢大胆，甲讲好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煮互我食。我甲这谢瑞妍姐妹讲啊，牧师就是通过讲煮1天煮1顿啊啦，咧训练大家啊啦彼此相听。所以了解。这个彼此相听的生命结连做伙了，你做幸福小组都有效果，因为你的彼此的拢来了看，恁这中间到底是啥听是啥病？有听无？是啥听还是啥病啦？变来变去，了解。等你这个彼此相听的时阵，恁这小组的紧密度，这小组的服侍，都无共款啦。上帝在做工啊，所以毋茫咱像彼得共款，你要受圣神的做工，互咱会当通过圣神的做工，互咱会当成做人的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是阮听上帝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以圣神降临这时，主你带领阮，互阮的生命像彼得共款，你要受圣神的管辖，充满上帝你互阮的能力、恩赐、恩典。互阮用这个恩典来服侍人，因为阮知别人的灵魂拯救，
在于我是毋是愿意传福音，是我是毋是愿意服侍伊。但阮愿意像罗卜共款安尼奉献阮的心力，来彼此服侍、彼此相听的时，上帝，你的救恩要临到伫遮的需要人的身躯顶，要用安尼来荣光主你，恳求你带领阮友上教会，阮大大小小，拢会让我靠圣神的规律，为主你做大个美好的工来荣光主。愿主你施恩祝，听阮祈祷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，咱献开373首。救主耶稣，我立志，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公道，咱请王牧师。咱即时来为着咱服侍啊，特别为着咱家己本身来祈祷，恳求圣神，就像我头仔讲的，讲道讲的，咱要有带着较无的心，讲圣神啊，你充满伫我中间，互我受圣神充满，互我有胆量、有能力为主你做工。第二，咱也继续为着咱印尼短宣啊，6月30要出去，即马连续有14礼拜的练习
咱为着这个团队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带领。咱也为着咱的集体身体欠安兄弟来祈祷，为着咱的小组幸福小组副长同工的祈祷，咱举起咱的双手，咱大声喊三声主来祈祷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主啊，所欢迎做灵前来献上祈祷，恳求你诚心来带领帮我。主啊，你圣心充满伫阮的中间，我领受上帝你的贵咱个能力，我勇敢放胆来传主你的福音，互这些人因为阮所传所讲，伊的灵魂得到救恩，因的生命转变，家庭得到祝福。主啊，你赐阮祝福阮，互阮带着较无心来到你面前，来靠主啊，圣神啊，你充满伫阮中间，阮较无你，圣神啊，你充满伫阮中间。主啊，你帮助阮带领阮的印尼团宣队6月30出发。阮真正的所有备办练习，拢免为主你做工，恳求你承愿祝福阮，互阮所做的工来会当严格子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的幸福小组的副长同工们，主啊，阮每一帮，阮每一组个个是强棒，主阮会当得人那得伊，来为主你做工，来得主你欢喜，互这些人的灵魂改变，得到救恩。愿主你圣神来带领使用阮，互阮诚做你所欢喜的祈求。愿主你圣神听阮祈祷。是阮听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带着较无心来讲，主啊，阮较无你，阮恳求你圣神来灌入伫阮的中间，阮领受上帝你的权能，你的贵力，阮勇敢大胆来行出去，来传出你的福音，互这些人的灵魂，因为我所传所讲，来得到救恩。主啊，你将这个文书、这个官兵收束阮，恳求你，互阮放胆来做工，阮咧无惊无看家己来为主你做工。愿主你使阮带领阮印尼团宣队，阮的幸福小组的同工，以及阮肉体软正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你先照你的旨意来成就应光你。愿主你听阮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第奉献，咱请这次来收奉献。咱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万军的耶和华，阮感谢俄勒你，感谢你的疼痛甲赐福伫阮遮的羊群，供应阮生活中一切。感谢你的保守看顾，伫阮欠缺的时阵，互阮加添；伫阮失去的时，互阮补充。主，当阮用信心的祈祷甲奉献，求你来接纳。阮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圣主名。阿门。祝福车肯。安详。
祝祷，咱请王牧师。互人领受圣神的气力甲帮赞，互咱大胆行出去传主的福音，互咱为主做工来荣耀主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咱这人三甲伫地，对时到永世代保证。阿门。请坐，闭会。